这届海葵风台是带来正大的风雨，南投仁爱乡到85线昨天发生崩山，车路是规个封起来。也那信义乡嘛有3个村紧急撤离。另外，台中有16个登山口有做管制，防止民众走去山顶。也那伫个彰化甲云林是全面清查抽水，也佮有修理相关设备，要来应应洪灾。土石一直为山坪出来，也个工程人员为崩塌的所在行过真危险。海葵风台来啊，南投县仁爱乡到85线7.9公里边境桥路段，车山发生崩塌，双向交通中断。这个所在是都达川、德乐国川主要的道路。外包厂商当地现场台面抢修。海葵台风的外围下雨的影响目前又有严重的一个崩塌现象已经公告说今天就是道路全天候的个封闭。信义乡到95线4.3公里的所在发生土石流，公所伫现场交通管制。另外，也伫新木村、东富村甲东部村安排撤离，一定撤离57户170多人，其中有7个人是西游记的患者。红色警戒区域，那也是在土石流侵蚀区的一个范围内。那我们针对这几年的统计资料跟影响的这个程度来做判断。那这3个村是有立即撤离的这个必要性。因为风雨愈来愈大，南投县政府宣布停班停课。农业部针对南投县仁爱乡在内拢总4县之5乡镇发布土石流红色警戒，呼吁地方政府一定要特别注意。那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所有的我们的县市首长、我们的乡镇长，以及同步传给台北的中央应变中心，请这一些红色土石流地区的乡镇务必要做好所有的这些疏散撤离的工作。彰化无感受到风雨的威力，不过县长王惠美前往王京渔港视察抽水设备。云林县长张立宪嘛到149架清水溪桥视察山区防灾警备。11个这个抽水站，然后呢有110架的那个抽水机在备战中。交通的这个动线所以呢，我们特别请公务处公务处我们已经预防性的这些重大的机具，通通进驻台中市警方是伫国馆7乡顶16位登山口救防锁线，管制民众进入。面对4年来头一个登陆的风台，地方政府心境拢变正暗，唔敢放令。记者综合报道。